南美三咧，其實冇一間公司有呢個行程嚇。我知道有啲公司咧去 Galapagos 就係達爾文島，6700蚊加紙，唔包機票，團費加2000，單單一個島9000蚊。我成個團等於對方3個團，我夾埋一齊，包埋機票，包埋所有自費，我唔收自費㗎。你個團又係大城市全部5星㗎啦已經，酒店靚到好似班尼國家公園。如果想影晒日出，成個班尼國家公園靚嘅風景咧，就一個地方。湖心島酒店，湖嘅中間仲有一間好細間，最多一個團。啱啱翻嚟個團住到，開心到不得了。住唔到個酒店，你住7星都冇用，好靚好靚。加拿大護照啊，加拿大美國唔使簽證。嗱，你個團有好多機票啊，大家睇啦。多人都喺邊度啊？北美洲飛到赤道，從吉多再飛到赤道上嗰一個島，達爾文島。飛完之後咧，再飛到呢個瓜亞 Q，厄瓜多爾嘅上海。南美洲嘅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再飛南美洲最南端 Punta。等於係去南極坐遊輪嗰度啊，跟住再從帕特哥尼亞坐飛機飛到呢個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住5星酒店當然啊，跟住再飛多倫多。嗰一程機票等於地球從北邊中間斜度，再飛南邊，南邊再飛南美洲最南端，一路飛嚇，機票係4、5千蚊㗎啦，九程飛機啊，一程就1500蚊。人哋公司都係單單你個厄瓜多爾，你左上高嗰個角落頭咧收你4500美金，7000蚊團費唔包機票添，下低你角落頭要係9000幾，你18000蚊都跟唔到啊你個團。所以南美三係超抵㗎啦，3月一團11月一團，保證湖心島酒店嚇，冇房你要唔做。住2晚啊！如果今日朝早要多雲或者陰天，第二日朝早就影咯啊，好靚。tracking 咧嗰個200幾蚊美金啊，包埋㗎嘛。有啲係話我想去，但我年紀大，行動唔方便，唔去行冰咧唔緊要，我另外俾錢去坐船，坐船2個幾鐘嘅，好似手可以掂到個冰川咁樣，近距離喺遊覽嗰個冰川。其他團友咧就跟住我船行上去冰川，好安全唔危險嘅，全包啊，佢隨便你喜歡乜都得。你個團3個大重點，一咧就係加拉帕戈斯達爾文島住3晚啊，affordable 嘅酒店4星酒店最靚係佢啦，因為佢可以一間酒店包，我哋成個團包住，成個團廿幾間房咯，同埋 location 超正，黐住海邊，可以買 shopping 啊，souvenir shop 啊，但係赤道上高長年係講45度啊，我覺得去嗰度咧嗰個時間揀正咧都係30度。都有噶啦，你話有啲蚊蟲飛係好正常嘅喎，同酒店冇關係嘅喎，海島嚟嘅喎，島係咁樣啊，但係好好嘅。有啲係話我寧願坐 cruise 咧，加勒比海一個 cruise 喎，上高咧黐住岸邊好多 cruise 啊，係浪下，有啲係 OK 嘅，我冇問題。有啲係嘔嘅喎，所以你瞓唔好覺，你哋又點玩咧？所以信我啦，我試過唔同嘅 option，最尾最好都係瞓下島上高，安安穩穩。住下瞓喺嗰度啊，跟住我咧飛一路飛嘛，我玩咗呢個島之後咧，就去呢個厄瓜多爾嘅首都吉多嚇，吉多叫大教堂，跟住貴亞 Q 咧係聖馬丁廣場，呢都係最有名嘅彩色屋嘅呢個貧民窟。去到呢個達爾文島加拉帕戈斯咧，呢啲大海龜啊嚇 giant turtle 咧，上高去鬼佬大隻佬可以企5至6個人嘅，但而家為咗保護佢唔俾企㗎啦。但你可以跟我哋團咧去嗰個達爾文個博物館裏邊咧，你可以抬住個烏雞河，我哋有一日專門坐船可以 snorkeling，船上高有啲嘢食。船上嗰個廁所有廚房，跟住咧就坐細船咧去到呢個島，呢個島專門係 fridge 嘅 bird 生 B B 嘅地方。雄性咧求配偶咧就係吹波波，係紅色嘅波波。佢 B B 未識得飛嘅咧，所以佢唔飛得。佢見到我哋靠近佢，但唔掂得㗎嚇，你冇嚇親佢。好近距離影相，佢又唔飛得，佢又保護 B B。你個島近距離嘅，佢唔飛得嘅，因為你個島專門係呢種樣。佢嗰個腳咧好似假嘅，好似游咗油咁樣，係咪好似嗰個魚靴咁樣？但佢天生係咁樣嘅，藍色嘅腳係 blue feet。你個勁咯，呢個海色型啊，好似個龍咁樣，好似個大嘅大蟒蛇咁樣。但係佢哋又唔侵犯我哋，又唔食肉嘅，係食 berry 啊漿果嘅，又冇毒，又唔危險，又唔侵犯人。太慣咗都 OK 啦，好似屋企個寵物狗咁樣踩慣咪好咯。但佢樣幾核突嘅，彩色嘅大海龜啊。所以點解達爾文呢個科學家佢千山萬水從英國去到嗰個達爾文島漂洋過海幾個月去研究進化論？因為全世界咧好大型嘅好少有嘅物種咧，就呢個島先有噶嘛，所以呢個島上個好貴噶，一個三文治收我15蚊美金噶。我哋今年個團友翻嚟，我話俾你知食乜嘢啊？牛扒收到我50-60蚊美金嚇，有一餐係一人一條魚。嗰條魚咧係 forbidden 係禁止捕捉嘅，我哋去咗另外一個島買通漁夫，係紅色嘅斑魚嚇，紅斑成條魚一人一條喎，哇喺香港賣到貴到咧嚇，跟住咧仲有一晚食一隻龍蝦，好貴㗎，幾十蚊美金㗎，所以我哋餐餐都係靚嘢嚟㗎嚇，喺呢個島上高資源有限嘅地方，我哋食嘢好好嚇，夜晚住喺島上高嘅酒店啦，日頭都坐船，跟住參觀唔同嘅島，睇唔同嘅雀、唔同嘅動物嚇，跟住飛機一路飛到智利嘅班尼國家公園。最靚嘅幾座山峰正對住呢個湖心島，呢個島上高其實以前唔係酒店，
係當地嘅高官貪污買通官方起咗一間酒店，跟住打官司，一路打到舊年先打完。舊年打完啊，好似贏咗，跟住再開翻。我第一時間，因為我識得裏邊嘅，第一時間罷。所以嗰個保證住2晚湖心島酒店。湖心島就獨喺邊度？你睇到你兩個島，一個島咧係睇日出嘅，一個島上高有十幾廿間房嘅，就我哋住嘅。湖心島係到咗湖中間噶嘛。咁樣你睇日出，正對住正前方嗰啲咪高山嗰啲咯。辦理國家公園嘅地標好靚嘅，我哋酒店望落去睇倒影嘅。你個棧橋行過去中間，你個樹遮住晒，有廿幾30間房嘅，就係我哋酒店。紅色呢間樓咧係餐廳嚟嘅啫，都要 WiFi 喎。呢個第二個賣點啦，保證啊。跟住咧就係呢個 Patagonia 就好靚啦，壯觀到不得了。萬年大冰川阿根廷嘅，我都住3晚啊，靚酒店啊，靚到咧酒店有個好大嘅泳池之外咧，我晚晚酒店步行距離15分鐘，我去超市買啲水果，買啲沙拉菜，因為菜唔夠食，跟住再去買紀念品，跟住再去酒吧飲酒，飲可樂，鋸個牛扒，所以我都包埋餐。我哋嗰度食嘅嘢都靚喎，烤羊、烤牛、海鮮餐乜都有啊，所以我哋嘅餐好嘅，靚嘢，嗰啲係賺不住好啊。同埋太多價錢嘅，每一餐都40-50蚊美金嘅，嗰啲話餐咁好食，機票都要5-6千蚊，你點做嘅啫？我話你唔使理我，行冰川低級嘅，唔會帶你去好危險嘅高嘅地方，係普通嘅。但你行下高高低低，前面、中間、後面都有啲 escort 跟住嘅，放心嚇，安全嘅。當你冇話揀啦，你身體係點樣你自己知嘅。你話唔得，我身體我好腳冇嚟，那就唔好去咯。我即係買架船飛你遊船河咯。你遊船河，你老公行你呢個，跟住大家見面一齊食飯嘛，可以見到嘅。你睇我哋嘅青島當地導遊，好好服務嘅，上路船都扶住嚇。攞拐杖行咧就冇行冰川啦，唔得嘅。其他一般都 OK 嘅嚇，冰川公園要求你65歲以下先行到，但係我去咗咁多年咧，同佢啲關係好好，所以你75歲或以下咧，我幫你改嘅，你唔使理我點樣做，我識得人嚇。所以75歲或以下咧，你身體 OK，你唔用拐杖嘅，你跟嗰個我保證你行到冰。你75歲以上咧，費事人哋驚啦，係咪？我就買個船飛咯，坐下船咯咁樣。你都包埋緊，你唔使攞嚇冰爪鏈，我唔識着，人哋幫你着埋，好唔好？全部冰川山上高生長緊，呢個世界上個最乾淨嘅、最大型嘅 expanding 嘅一個大冰川，你睇相睇唔到，直幾壯觀嚇，壯觀到不得了。你呢度靚，乾淨好多嚇，所以咧我自己覺得你3個地方都好值得去。你分3個團跟個乜乜乜診3次。你跟我一次搞掂，我3樣嘢加埋一齊嘅價錢，同佢一個團價錢一樣。睇日出影相，我喺呢個 Galapagos 咧，我租咗4架船喎。你唔會話30幾人一架船逼死啦，我10幾人一架船喎。雙體嘅，裏邊有廁所有廚房嘅。我哋夜晚瞓夠啦，食完早餐，睇睇條上船，船咧係唔同嘅島，睇唔同嘅雀。每一個團咧，每一個島咧有保護幾多人數嘅。我哋1年前買好噶啦，買通當地，所以唔使擔心。